周律師，我係香港人，老公咧喺內地某一個法院起訴我離婚啦。5月20號開庭，咁我係咪一定要委託內地嘅律師去應訴呢？我自己去得唔得呢？我想話俾大家聽嘅就係咧，內地嘅法律冇強制要求當事人一定要委託律師，無論你係香港戶籍啦，定係內地嘅戶籍，都係一視同仁嘅。根據民事訴訟法嘅第61條規定，當事人、法定代理人可以委託1至2人作為訴訟代理人，但係並未強制規定必須要聘請律師進行訴訟，因此當事人可以選擇唔請律師出庭自行應對。但係因為涉港嘅案件咧有3大特殊性，第一，材料公證認證，香港嘅結婚證、身份證、出世紙或者係其他喺香港地區形成嘅材料，需要經過香港律師進行公證、加章轉遞認證，否則法庭係唔會採信㗎。第二，法律程序比較複雜，內地嘅法院管轄權嘅規則咧比較特殊。如果男方喺內地已經起訴嘅，你可能需要反向證明管轄不合法，或者適用法律唔恰當等等。而第三，兩地法律係有好大嘅衝突嘅，譬如內地咧係實行夫妻共同財產平分，而香港則係按照夫妻財產各自所有嘅。律師可以幫你爭取更加有利於你嘅方案。咁聘請內地嘅律師有咩優勢呢？第一，財產保衛，內地嘅房產存款需要精準舉證，律師可以申請法院調查男方隱匿嘅支付寶、微信流水或者係銀行流水等等。第二，子女撫養權，如果細路仔係喺內地生活嘅，律師可以幫你用學校記錄、撫養協議等證據嚟爭取最有利於子女嘅判決。而第三，反制惡意訴訟，如果男方已經喺香港同步起訴嘅，律師可以協助內地法院搶管轄權，阻止判決衝突。所以姊妹們，我仲係建議大家揾一個熟悉兩地法律嘅律師，幫你實現絕地反殺，千祈唔好自己夾硬上啊！